咁啊，善惡到頭咧，終有報嘅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但係若果你嘅祖先佢都係業障累累嘅話咧，更加係需要咧超度。咁咧中元節咧，我相信好多中國人都知道，就係農曆嘅7月15。中元節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啊！喺我哋嘅傳統文化當中咧，係可以赦罪嘅，透過誦經、透過超度，就替一啲先人先親就係赦罪靈魂嘅時期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啦，因為我哋中國人咧係好慎終追遠嘅，思念過往自己祖父母啊，或者係已過嘅父親母親，讓佢哋亦都喺靈魂普渡之期，係得到呢一個法雨同埋甘露，普渡靈魂咧早啲獲到超升。我哋仙觀咧一如過往都會係舉辦呢一個中元節嘅法會嘅，仰仗上天嘅慈悲。咁我哋圓滿嘅子弟、誦經嘅師父啊、高工啊，盡佢哋嘅一心至誠，做好個超度法會嘅準備。超度法會準備實在將來好大嘅，通常咧都唔係只係做1日。我哋香港運程仙觀，我哋做中元節嘅超度法會咧係做4日嘅，裏邊普羅好多個經同埋讚同埋赦罪嘅經方。10多20年當中，曾經試過有小產或者係夭折英靈嗰啲善男信女咧，都好樂意係登記為佢哋嬰兒嘅靈魂咧去超度，就永立千祥，令到後裔嘅子孫都能夠安妥安泰。除咗咁之外，我哋有冇聽過冤親債主？其實冤親債主係一種業力嚟嘅，佢往往咧都有一種糾纏，嗰種嘅糾纏會令到人會感覺到做事啊各方面都欠缺一種嘅加持力。咁呢個咧就好多人咧都樂於為自己減輕一啲業障纏繞，而去做冤親債主。中元節法會咧承載着豐富嘅文化嘅內涵，係中國傳統文化嘅重要組成部分。個法會當中透過各種嘅儀式、傳統嘅服飾以及音樂，以及裏邊包含咗唔同嘅經科嘅元素，故此咧喺演繹嘅時候，亦都係以通神係好重要嘅，人神共鳴，係有助傳承同埋弘揚我哋中華民族歷史嘅文化。在呢個孝道同埋思親當中，我哋一定要將佢好好咁樣代代相傳。中元呢一個傳統嘅文化喺我哋嘅華夏中國已經流行1000年以上噶啦，咁所以我哋係一個敬天法祖、慎終追遠。我哋嘅華夏中華民族係非常之尊敬我哋嘅長輩，我哋有我哋嘅長輩先有我哋現在啊嘛。故此咧，佢哋嘅逝世並不代表佢不再存在喺某一個零度嘅空間，但係佢能唔能夠安樂呢？或者佢能唔能夠得以早日超升得道呢？所以咧，透過中元亦都替呢個靈魂喺幽暗當中請拔。我哋成日講句說話就係陰安陽樂，你個祖先都開開心心嘅，有佢自己嘅極樂天堂。我相信佢嘅後人子孫一樣喺世間裏邊非常之順利，做事往往咧都非常之稱心如意嘅。所以千祈唔好忘本，亦都唔好忘記我哋嘅祖先。